這種以台南健康無憂城為主題，用充滿想象的星球概念，其實就是展現淡市對有心的婦女照護、高齡長輩健康促進以及癌症篩檢等完整的健康政策成果，嘛希望將過去較抽象的公共衛生，用輕鬆趣味的互動來理解。整個的人生的歷程呢，我們都希望透過今天的這個各個不同的星球來展現呢，我們在每一個人生不同階段，那我們有不同的需求，那以及我們在公共衛生上可以提供給大家怎麼樣的一個服務哈，所以很希望我們的市民朋友可以從今天開始呢，我們有1個禮拜的展期，希望大家有機會到我們市政府的2樓來參與我們整個健康的一個成果展。該成果展嘛是來自醫療院所、37區衛生所以及社區志工的共同投入，要讓民眾在遊戲當中理解健康。記者會當中，市長吳英婷嘛出席關心，強調健康不是政府單一部門的工作，而是全社區共同的責任。同時邀請拄好來訪的日本產生城北高中的師生來參觀，讓學生親身體驗高齡長輩透過無線具來訓練機脈課程。用一個比較生動活潑，用一個健康宇宙城的方式，用太陽系幾個行星的方式來分別描述，從醫院到社區到衛生所到這個年長者到失智者，或者是這個身體比較不好，甚至於也呼應了這個我們安南醫院林院長所提到的賴總統的888。好，那能夠讓更多的人得到健康照顧，而且不只是在醫院被照顧，在社區，在日常的生活習慣裡面，就能夠養成健康的習慣。最後，市長甲貴賓嘛佇健康生活的扛棒頂面簽名，向前跨國交流對健康生活的共同期待，並留下珍貴的回憶。台南新聞阮籍採訪報道。